王佛以这种为天而这个说法，是为王佛是命40万劫，哪一段经过发展？天佛主者降寿，天地下阳无体离离，小佛主者降寿，是诸天下离离，地佛也是众生要的多。像我教法也是要是出国不够不出世，也就是归因王如来，归因王如来别多，要不是归因王如来出来，就是印象今天的民就是四当代不上是叫政府建议说，或者说有是世界有2万个佛大数之后，大众拢总当地任何的点。可比归因王国了，已经是所不的后面。另外，封地妙法了现在现实本记载，诸佛同样为归因王者，这就是演说佛法是真正。佛法演说这个佛法应该是王尊是有大恩是令众生这个大利益，是讲归王之遗迹的意思是说啊。这个皈依王佛，这样就是一直延续的这个功力啊，他的建立啊，你这个皈依王佛的建立一直流传下来，都叫法华嘛，都叫法华经嘛。所以坚守这个哲学基啊，就在经典的开始，细而综合来说明。其余经手，人经手就是集集集佛这个集字，就在经手这个地方，细而重之来综合来解释一下，简单的了解一下。树德早进又跟希望这样相信那边有地的，用主尊去大会。这个敬仰学尊与世尊啊，我们非常敬仰世尊的加会，就是法华会上，法华会上，法华会中啊，速成智的，就是常乐我净呢啊，取乐土的玄有，玄就是高深奥妙的，有就是道理啊。因为这个《法华经》所讲的是可以进入思想佛的啊，不二法门，佛的思想必须断恨思想的道理，其乐土是玄有深奥的道理，其就是相趋向趋向乐土的这个深奥的道理，都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淋漓尽致啊，这个演说出来。宏赞梦雄啊，这个广大的赞叹啊，是穷尽永于诸后彼耳，永于彼永，这个彼啊，跟遗传的彼字是一样的。永于连万其有，诸后是一切后代，永远遗留我们的一切的后代，好好的研究法华。赢了就是如此，赢了就是如此。啊，也希望啊，我们宏赞莫穷，我们广大的赞叹一念穷尽，希望这个《法华经》永远遗于后代，一切的后代啊，就只有希望如此。这个是相关的序文啊，这称800中里面的序文啊，